15個啫，只要15個就可以攞低我哋一個望住小溪園林景觀，嗰邊方向仲係朝南嘅添。跟住呢，成個小溪係人車分流，非常之舒服，綠化呢做得都係非常之 OK 嘅。而且佢呢個庫園呢，仲係一個單邊嘅，因為呢喺旁邊嗰度嘅話呢係好通風嘅。平時呢將呢個窗打開咗之後嘅話，真係非常之對流。因為呢佢呢個廚房呢就擴建咗出嚟嘅，所以呢係非常之大。入門嘅位置嘅話呢，都仲有我哋一個鞋櫃，同埋我哋一個餐廳旁邊嗰個餐邊櫃。房產仔面積133平方，但係呢就可以做到咗一個4房2衛，而且呢係全新精裝修，未住過嘅。咁呢主人房個衣櫃呢都已經做好晒啦，包括我哋個床頭櫃同埋床頭背景都已經全部做晒。你再買啲冷氣個床就基本係可以拎包入住，而且呢主人房都係望住我哋一個小溪嘅園林景觀，真係非常之舒服啊！今日總價只要109萬就可以攞低啦，均價先會為過幾錢？你哋心中有數。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